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1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1篇，申命记第6章第10节到25节，希伯来书第12章17节到21节，13章第8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永不改变。申命记第6章是第2个十诫的颁布，上帝透过摩西强调，只能够来服侍他。对于在埃及住了430年的以色列人而言，敬拜偶像已经是他们的日常，因此上帝强调以色列的拯救。他记得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许，因此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为奴之地。他并且借着诫命来要求以色列人要有全情来服侍他。申命记第6章第10节到25节，摩西的教导这样说道：上主你们的上帝会照着他对你们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许下的诺言，领你们进入那土地。那地方的繁荣城市不是你们建造的，屋里堆满的好东西也不是你们积存的，那里的水井不是你们挖掘的，葡萄园、橄榄园也不是你们培植的。上主领你们进去，使你们吃饱的时候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忘记上主曾经把你们从奴役之地埃及抢救出来。你们要敬畏上主，你们的上帝，只敬奉他，奉他的名发誓，不可拜周围各国的任何神明。如果你们拜别的神明，上主的怒火会把你们吞灭，因为与你们同在的上主，你们的上帝不容忍任何神明跟他对立。你们不可像从前在玛撒那样试探上主你们的上帝。你们要谨慎遵行他向你们颁布的法律，你们要做上主认为正与善的事，就能事事顺利，并且你们要占领上主应许给你们祖先的那肥沃土地。你们也要照他的命令赶走敌人。将来你们的子孙要问你们，上主我们的上帝为什么命令我们遵行这一切的法律诫命呢？你们要告诉他们，我们曾经在埃及做埃及王的奴隶，但是上主以大能解救了我们。我们亲眼看见他在埃及人中间，在埃及王和他所有的臣仆前面行了神迹奇事。他照着他对我们祖先许下的诺言，救我们离开了埃及，领我们到这里，把这块土地赐给我们。后来上主我们的上帝命令我们遵行这一切法律，敬畏他。如果我们听从，他就时常保佑我们，使我们兴盛。如果我们切实遵行这一切诫命，他就悦纳我们。因为虽然我们知道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其实上帝同时也是受虐的在埃及的以色列人的上帝。上帝他并没有忘记他的立约，上帝甚至是以色列人将来永远的救赎者，因为他是永远不改变的。希伯来书第12章12节到21节，
13章第8节到第10节，他提到了耶稣基督是永不改变的拯救。12章17节，后来你们知道，他想得到父亲的祝福，可是被拒绝了。虽然他流着眼泪想寻找补救的办法，但却无法改变他已经做了的事。你们并没有来到一个可触摸的西奈山，像以色列人所遇到的，那里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和风暴，有号筒的声响和说话的声音。人民听见这声音的时候，就要求不要再对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承担不起。那命令说，接触到这山的，即使是牲畜，也必须用石头把它打死。那景象是多么的可怕，以至于摩西说，我站立恐惧。第13章第8节，耶稣基督昨天、今天，直到永远都是一样。不要让各种怪异的学说把你们引入歧途，应该依靠上帝的恩典来健全你们的心。不要依靠食物的规律，依靠那些规律的人并没有得到帮助。在圣幕里侍奉犹太祭司，没有权吃我们祭坛上的祭物。耶稣基督是现代人的拯救，他过去存在，现在存在，将来也都会永远的存在。他是慈爱，并赐下救恩给所有愿意依靠上帝恩典的人，愿意靠主得胜的人。诗篇51篇，圣经的大卫的诗篇经文这样说道：上主啊，求你怜恤我们，因为你有永恒的爱。求你除掉我的过犯，因为你有无穷的仁慈。求你清除我的邪恶，洗涤我的罪孽。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自觉常在罪恶中。我犯罪冒犯你，我得罪的是你，我做了你认为邪恶的事，因此你审判我是理所当然，你责罚我是我所应得的。我一出母胎便是邪恶，出生之日就充满了罪。你所要求的是真诚的心，求你用你的智慧充满我，求你除掉我的罪，使我洁净。求你洗涤我，使我比血更白。求你让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。你虽然粉碎了我，求你使我再次的欢乐。求你闭眼不看我的罪，除掉我一切的过犯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，求你赐给我一个又新又忠诚的灵。不要从你面前把我赶走，不要从我身上召回你神圣的灵。让我重新体会你救恩的喜乐，使我的灵甘心乐意服侍你。这样我要把你的命令教导罪人，他们就会归顺你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宽赦我的死罪。我要高声颂扬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口，我要颂赞你。你不喜欢的生祭，不然我就贡献。你也不要烧化祭。上帝啊，我献上的祭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你不拒绝。上帝啊，求你用慈爱善待锡安，求你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时你要悦纳合宜的生祭，就是全生的烧化祭。那时有公牛
贡献在你的祭坛上。感谢主赐给我们恩典，使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能够坚定的靠主，领受主的救恩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明白主的救恩是永不改变的恩典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